真正恭喜这个潘正宗来看红豆饼，红豆饼一袋10块银，这无稀罕。屏东有一担这个红豆饼，讲敢若卖2块半，不过这分量比一般10块比较细份、较细袋，是讲这一袋2块半，那有人敢若买一袋，这边怎走？头家娘讲，另外一个一袋就送人去接。不过大部分人客拢是上少买2袋以上，虽然讲一袋2块半，不过内面的红豆是甜甜甜。红豆包有够济，若是红豆饼，还佫有颗粒末。奶油的，每一块饼这鸭拢包真多，屏东这档红豆饼生意真好。哦，奶油的，4个奶油的。大部分的人客拢买4袋，才10块吼。嘿，10块好。 4袋才卖10块银，等于一袋是2块半。我前古早是30当前就拢卖安尼。阿嬷讲伊卖红豆饼30外档啊，一直拢是一袋2块半。 家己卖落来，用这个啊，安尼就好。做这个生意就凊彩啦。妈讲，拢是为着老顾客，伊无想要起价。虽然无太贵生意，不过也是继续卖落去。伊卖红豆饼拢真实在。馅还掉出来，哪里？你看奶油馅啊，有没有？这2块半红豆饼俗个好食，不过比一般这10块银的，确实是价真细袋，不过就是有人爱食这红豆饼。细袋才会较拄好啦10块小四份。 一袋2块半，敢有人敢若买一袋？我知影一袋就好食。一袋无多找钱，另外一袋就送伊食。阿嬷真正是真好心，互大家当一直食到遮尔俗的红豆饼。